道歌调记的歌曲，来做搜寻。歌曲前面呢，名称前面加井字号，在自己频道 YouTube 频道的社群发布贴文。建立贴文发布以后就有超连结功能。现在要搜寻第30项，点按超连结试演。哇，这个就是影片资料库目录了。歌唱的影片资料库目录，要选了以后加入这个播放清单。试演了啊。把它加入播放清单哦。按影片画面右下角3个点，按储存至播放清单，勾选第2项道歌调记的歌曲整合。那事先建立的播放清单名称了，这样就把加入播放清单备用了。